咱咧看布袋戏甲歌仔戏，毋若是看台顶的人顶功夫，这后壁布景下卡戏台嘛拢是师傅画出来的。来看汤圆有一个闽南师，15岁就开始学师爷，画布景已经60档啊。伊讲虽然时代进步，布景会当用电脑印，毋过甲安怎比嘛无手工的感觉。所以这把我会感觉最在乎的嘛，最在意的。这把歌仔戏布景是闽南师30档前的作品，顶面的荧光色水拢是伊亲手调出来的，尤其是顶面的字写了非常整齐。伊讲，甲人的歌仔戏团的名写好水、写好整齐是上基本的尊重。对每一把布景顶真是伊60档来的坚持。这要画到互人去会当满意，当然迄就是上困难的所在。困难的所在，迄要安怎有法度做到人家满意，迄就是咱家己实力啊。闽南师的调式和幼路的手法，每一只人看起来拢真活骨，是业界小姐希望配合的师傅。来自南投的家健是布袋戏团新世界第5团的第3代，伫幼稚园就确定目标要做闽南师的徒弟。不过闽南师惊讲做这道，惊伊趁无钱，一直唔敢收，一直到后来看到家健的天分，才愿意收伊做师爷。我阿金就是推销我推几啊届，但是老师就一直无收。是我提出我的素描本，老师才勉强答应讲，你一礼拜会使来一天。科技直直发展吼，即马印的嘛，讲实在印的你嘛应该足水，但是搁较安怎水，嘛是无迄落现画手工画迄种感觉。闽南师讲，较早因为够趁钱，加上透早搁爱去因牵手的卤肉搭斗斗卤肉，所以无时间嘛无愿意就电视接受采访。即马到要退休的年纪，看到布景的工课就要失传，开始思考要安怎家己传承落去。即届伊家60档来的作品，放伫咧桃园土地公文化馆展览，互大家来看这的手工画布景，欣赏台湾珍贵的手艺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，桃园报道。